一個小故事。有一個女仔，佢喺 reception 櫃台嗰度工作嘅，佢成日都會愁眉苦面，幾乎可以話係得咗上班恐懼症。佢有一個習慣嘅，每一次喺工作上面同人發生爭執，俾人鬧受咗氣，佢就會喺筆記簿上面寫一個好細嘅忍字。如果受咗嘅係大氣呢，佢就會寫一個大嘅忍字。5年幾啦，筆記簿裏面填滿咗大大小小嘅忍字。除咗每一日要背負住受氣嘅痛苦，仲要背負住日漸增多嘅忍字呢一個重量，終於孭孭下孭出病來。一位前輩發現咗佢病因，諗到對症下藥嘅方法。佢話：你將之前嗰一本筆記簿抌咗佢，換一本新嘅，然後再將每一頁分成左右兩邊，左邊呢就寫住刁文，右邊就寫住良文。工作嘅時候，如果遇到刁文，你就喺左邊寫個忍字；如果遇到良文呢，你就將個忍字擦咗佢。如果冇忍字可以擦嘅時候，就喺右邊畫個哈哈笑嘅樣。一個禮拜統計一次，睇下忍字多啲定係笑臉比較多。佢照住做，左邊嘅忍字雖然唔少，但係全部都比右邊嘅笑面抵消，仲多咗好多額外嘅笑面添。佢心境一轉，佢諗，原來呢個世界令我開心嘅人比我唔開心，又或者令我受氣嘅人仲多好多。佢個人即刻精神晒，佢向自己挑戰，盡量唔使寫個忍字。如果佢面對嘅客人係好人嘅，佢就即刻畫一個哈哈笑。如果好難溝通嘅呢，佢就會試下使出佢自己嘅渾身解數，令到對方滿意為止，然後再畫一個大嘅哈哈笑。久而久之，筆記簿裏面全部都係笑面，而呢個笑臉唔單止喺筆記簿上面，亦都反映喺佢嘅面上面，仲係反映喺佢嘅心底添。病好咗啦，人開心咗，返工唔再係沉重嘅負擔，工作變成一件令到人可以得到溫飽兼且得到快樂嘅事。回復笑臉嘅佢，聽講話嫁咗俾一個富商，介紹人呢就係一個曾經激到佢半死，最後俾佢服務感動到而心花怒放嘅婆婆。個婆婆一去到佢工作地方，就會周圍同人講話，而家有啲咁好面色嘅新抱啊，真係唔知去邊度揾啊！就係咁啦，風嚟咗，啲竹嘅枝幹係會被風吹彎，風走咗，竹又會企得直直，好似風從來冇嚟過咁。雲嚟咗啦，喺個潭嘅潭底會留下一道雲嘅影子。雲走咗，潭底乾乾淨淨，好似雲從來都冇嚟過。竹唔會因為被風吹過就永遠直唔翻起，而清澈嘅潭水亦都唔會因為有雲飄過就永遠留住雲嘅影子。同樣，心胸寬大嘅人唔會因為人哋兩句唔禮貌嘅說話就颳起永遠嘅狂風巨浪，亦都唔會因為別人唔禮貌嘅行為就喺心底刻下無法磨滅嘅傷痕。好似清澈嘅潭水一樣，雲過咗不留痕跡；好似堅韌嘅竹子一樣，風過咗一樣可以不留痕跡。